国健署调查，台湾有超过66000名的这青少年有咧食加热烟，也是这电子烟。为着防止青少年受到烟害，有民间团体检讨卫福部2年前所公布的这烟害防治新法7大重点，嘛发现其中有4项是无及格，甚至一个加热烟的部分是完全无做规，摕到0分。动起来，健康台湾，烟害防治动起来。烟害防治法实施特别满2年，当期关心烟害防治民间团体拜告召开记者会，检视卫福部公布的烟害防治新法7大重点，发现这7大重点当中有4项无及格，3项需要搁加强，其中分数上低是防治加味烟的部分，连1分都无。 不管是行政院，不管是立法院的朝野协商，不管是卫福部的官员，他已经都口头答应了，就是除了烟草原味以外，禁止任何天然或人工添加的口味或风味添加物。这么明确的方向，已经拖了2年了。健康台湾，台湾依旧是挂零。 民间团体呼吁卫福部应该爱全面禁止加味烟，另外4项无及格的部分是全面禁止电子烟，扩大室内外公共禁烟场所，加重分享罚款，和增订加热烟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机制。民间团体认为政府无确实落实。所以其实烟害防治法修法，大家都认为是一个会有效取缔这个新兴烟品，结果没想到很多东西都是例外。 包含加味烟也是公告出来27种，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全面禁止。那这个是第一项之外，第二个，它甚至在执法的部分，我们讲电子烟全面就禁止了，它也没有真的去查缉，还有真的去采罚。针对民间团体的批评，国健署是回应讲，烟害防治法新法实施2冬来，台湾食烟的比例是有豆豆啊降低的趋势。未来嘛参考民团的意见，回应民间的期待，提供台湾的青少年伫咧无烟害环境大汉。记者郑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